台南市會第7屆電機會17號在煙花藝術廳正式開機，將展開為期70天。其中4月2日要將對亞太棒球場進行的專案報告，因為棒球場第2戰開幕比賽以後，引發攤商經營爭議，甚至有市長失言風波，對市府造成負面影響。所以這議員已經先發言，要求相關單位攏要列實說明。包括是租也是委外營運、臨時攤商的問題，以及權利金的細節，要求參考其他5都一並向市民交代。為什麼台南市當時要招標的時候，屢次碰壁？的理由是因為中華職棒聯盟它有一個所謂的內部的潛規則，說一個地方只能有一個主場。但是實際上，中華職棒聯盟它是一個在台北地方法院登記的社團法人，社團法人的內規到底是怎麼拘束到台南市政府這個行政公法人依照採購法對外公開採購的這個內容跟格局，是不是會造成所謂實質的這個資格標的綁標？因為咱過去私立棒球隊棒球場上 A 嘛，所以外口回牌，大家到路底我嘛去看棒球啦吼，個買衫買物件啥，這嘛是國際化呢。國際棒球村，佮外口咧擺攤擺攤販，警察局敢要起地？講好，到底幾個單位攏要來，還是全部攏來？我看無需要啦吼。我感覺警察局愛來，叫我局愛來啊。亞太棒球訓練中心這一件事吼，那是不是請都發局也要列席？那因為在使用上啦吼，臨時攤販只是一種臨時的設施啊，那實際上它的使用管制上才是最大的問題，所以要請都發局列席。在地遐個住戶離咱的球場非常的近，伊為透早一直吵到下暗，其實很多的民眾一直打1999，但是一直沒有一個解決的一個方式。那是不是說你們到最後跟球團討論的結果，是不是給我們議員一份資料，好不好？好。對此議員區里蔡司4月2日東港下晡的亞太棒球場專案報告，市長吳偉霆將率領秘書長、財稅、體育、經發、環保、法制、警察等各處列實說明。台南新聞阮籍張素維採訪報道。